嗱，京東咧再次刷新呢個商業紀錄啊！2024年營收破1.5萬億，上咗熱搜啊，已經超過咗阿里同埋騰訊。所以我就話劉強東東哥就係一個最懂人性、最懂商業、最懂命運嘅一個企業家。點樣為之懂人性啊？大家好先至係真嘅好，係一種大智慧嚟嘅。你睇下最近開通呢個外賣，淨係做高品質嘅店家，呢個就好符合京東嘅調性。而且唔用外包嘅勞務公司，直接幫騎手買5險1金，呢個直接就打臉呢個美團嘅王興啦。你睇呢種分錢嘅思維就好符合天道。一個人財富過多啊，就會遭到反噬嘅。你掌握咁多錢，又唔使，又唔流轉，又唔分享，咁咪就一堆廢紙咯。你都冇福氣噶。而且呢個仲要係一個定時炸彈啊！你分出去，俾更多人享受呢個紅利，讓呢個財咧變得更輕，咁你先可以輕鬆噶嘛。正所謂財散人聚，呢種係一種福報嚟噶。而且贏得人心，自然就會贏得天下。利潤最大化冇問題啊，但係唔可以唯利是圖。成就他人就等於成就自己，呢種大愛就係懂人性。咁點樣為之懂商業呢？直接就做高品質嘅外賣，同京東做品牌品質貨係一脈相通嘅。而且京東代表咩？可靠啊，值得信賴啊，係一種信任感啊。你睇佢最近亦都開通咗呢個搬家服務，呢個真係消費者嘅福音嚟。呢種打法就不斷咁樣有增量市場，護城河就越嚟越穩固啦。咁點樣為之懂命運呢？嗱，佢之前咧就因為自己嘅性醜聞咧，令到企業遭遇咗好大嘅道德信譽危機，所以果斷就退居咗幕後，將權力咧就讓渡俾個團隊，建立更高效嘅團隊化、制度化咁去運作，等個企業度過咗至暗時刻。而家輕舟已過萬重山，需要佢讓京東再次輝煌啦。於是佢又以正面嘅形象出嚟啦。呢啲咪就懂敬畏咯，知進退咯。人咧就無百日紅嘅，你知道自己嘅盲區同埋雷區，主動去規劃應對，呢個就係懂命運啦。